屬狗嘅朋友，你今個夏天咧呢一個會出現咗咧，就係你自己好鬼想匿埋，唔想接觸咁多人啊。好多唔同嘅項目啊、事情啊，你想匿埋自己咧就係咧密鑼緊鼓將佢去做好翻。再加埋咧，你感覺到咧今年咧又好鬼多壓力啊，但係呢啲壓力咧又唔做又唔得，唔去面對咧又冇呢個爭取到我要嘅東西。所以你變相咗咧有一個矛盾性咧係會出現咯。狗嘅朋友咧，今年咧係好多咧機會啊，或者有財有權有勢嘅人咧就欣賞你，但係咧你就怕咗去面對，變相咗咧就嘥咗咧就係人哋對你嘅寄望咯，同埋你對自己嗰種要求咯。最重要一個地方，你想自己可以發揮到嘅，匿埋唔緊要，收埋自己或者退居幕後，行後一步冇問題。但係記住一樣嘢，唔好忘記你嘅初心或者本身呢一個年份啊，今年嘅馬年，你原身係定咗想點樣，想達成啲咩效果、咩目標啦。呢一個你一定要提翻，冇嘅唔緊要，未到夏天之前，你自己重新決定啦。